像天狗节的问题是毋是过度防政治化咯？市长韩国瑜伫面册开直播，讲中央对东南亚国家的天狗节一直有帮助，但是伊本人到行政院讨要爱钱，中央是安尼句句避避，会当算就尽量加算。韩国瑜批评中央甘愿甲钱互外人，嘛无爱互家己人。也毋过行政院讲根本都毋是安尼。高雄登革热的问题已经被过度政治化。初二下晡开直播，讲高雄天狗这问题被过度政治化，提出图表还原真相。说行政院钱给的不干不脆，能够尽量嘲讽羞辱就尽量嘲讽羞辱，动不动。伊批评中央对东南亚国家的防疫一直有帮助，伊本人要去讨钱，所以安尼无压啥力，甘愿互外人嘛，无爱互家己的人。宁给外人，不给家人，就我宁愿好东西给外面的人，自己家人我不给。今天我在行政院看这个。针对登革热，我又看到这8个字。行政院表示，已经讲过几啊届，无爱去回应韩国瑜的讲法。另外，最近发起罢免韩国瑜连署行动的公民挂草行动团体，伫面书痛骂，原本申请伫这个拜六只有朴里的场地举办公民假日市集，所以被以政治活动为理由拒绝。不过，同一个时间，韩国瑜所邀请伊的支持者来遮观光旅游，这敢毋是一个城市两套标准嘞？只准州官放火，不准百姓点灯，限制公民的集会以及言论自由的权利。立院议员批评，安尼对执法性的公民行动真无公平，希望韩市长会当讲清楚。